来看这粪扫真正是袂使乌白蛋，因为呢，彰化市清洁队昨伫咧收粪扫的时阵，这车道竟然出火青，而且佫开始安尼呛烟。结果这粪扫拍开检查了后，才知影讲原来内底是有八卦机的赖达，加在这火是有随加拍花。清洁队即马是要调监视器来了解情形，也提醒民众，若准违反着废弃物的清理法，安尼恐惊会罚到6000块。听到粪扫车的声音，沿路民众出来等粪扫，但是粪扫车后道却出现火星，开始咧呛烟，大家赶紧闪开。清洁队员随用灭火器处理，加在车无烧起来，一地一地粪扫拆开检查，才发现竟然有人甲八卦入来打，直接等粪扫车。都有分类呢。啊，你有人讲吼，把打火机站在粪扫，应该不对。那你没有用完，你怕你现在天气很热啊，有时候就怕就这样燃烧。啊，袂使放喺内底啊，喺内底来烧开面嘛。彰化市清洁队拜一咧收粪扫时阵，有民众直接甲八卦入来打等粪扫车。清洁队表示，赖达内底有火石啊，佮加上赖达架完若无用了，倒落去压缩，有可能会着火，真危险。粪扫车压缩着吼，伊个迄个打火机有打火石吼。会甲迄气体会瞬间会倒起来呢啊。像打火机呀、那个瓦斯气瓶啊，这种都属于高压容器，所以我们要请民众确实做好排空，然后要单独打包。彰化县环保局表示，赖达内底有铁啊，爱回收，而且一定爱甲内底架完排掉。若无甲架完排清气就单掉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相关会当罚6000块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